Hello，大家好啊！歡迎收聽文哥說書啊！我係你嘅主持人文哥。嗱，今日呢就5月1號啊，就放長假啦，香港。咁啊，唔知大家去咗邊度啊？但係文哥呢就好興奮啊，去睇咗一套呢好精彩嘅戲啊，就想今日呢同大家分享下。嗱，呢套戲啊，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就係呢個《寒戰1994》啊。嗱，呢一套戲呢就喺2026年5月1號咧喺香港正式上映嘅。首先呢，你都知啊，呢一套呢其實就唔係《寒戰3》啊，而係佢嘅前傳。時間軸呢就一棍啊就打到去1994年啊，即係呢當時香港回歸前嘅3年啦。英文名呢叫做 Cold War 1994。導演呢繼續係阿梁樂文啊。但今次呢，佢就自己執導，而且呢，最勁嘅係啊，呢一套呢同下一集嘅《寒戰1995》呢係背對背呢咁樣同步拍攝嘅，即係呢一炮過啊拍晒2集啊！你話勁唔勁呢？講翻呢個電影嘅故事啊，佢係講述啊嘅結構呢都係幾新鮮嘅，係用呢個雙時空嘅款式啊，一方面呢就講2017年梁家輝飾演嘅李文斌突然失蹤咗，而周潤發飾演嘅大狀啊簡奧維啊要幫阿郭富城做嘅劉傑輝呢重開一份1994年嘅機密檔案啊，跟住呢就帶咗觀眾翻去1994年嘅主線啦。嗰陣時啊，英國嘅政治呢就嚟呢接埋警隊啊高層呢就大洗牌，就係呢個時候啊發生咗一單轟動全城嘅富豪綁架案啊。富商黃家輝啊就由陳家樂去飾演嘅，就被人綁架，仲勒索咗呢個6億嘅贖金添。呢單嘢呢仲牽連咗啊成個金融市場啊。負責調查嘅案件嘅係呢，當時做呢個 O 記署任總警司嘅後生仔，即係李文斌啦，係由呢個劉俊謙飾演嘅。佢呢就飾演得呢個斌 Sir 呢滿腔熱血啊，好有正義感噶。但佢呢一開波就同呢個上司頂撞啊，就由吳彥祖飾演嘅警隊行動副處長，即係蔡元琪啦，對着幹啊。吳彥祖呢個角色啊就極之有野心啊，心狠就手辣，為求呢上位不擇手段啊。而兩個人呢喺警隊入邊啊就鬥過你死我活添。嗱，但講落去啊，先發現啊，呢單綁架呢唔係呢求財咁簡單嘅，背後呢原來係啊牽連咗呢4方嘅勢力，想呢自保嘅富商家族啦，黑道組織老袁啊，蔡元琪呢為首嘅警隊野心家，仲有啊英國軍情6處啊，即係 MI6啊。哇！你睇呢一個陣容啊，就極之巨大啦。而李文斌呢就夾喺中間，四面受敵啊。佢老豆啊，即係由元彪飾演嘅前華人警司李樹堂啊，仲同佢講咗一句咁嘅說話：黑同白啊，從來都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大家聽過未呢？嗱，呢句對白啊，正正就係寒戰系列嘅核心嘅精神啦，即係話俾你哋聽呢，呢一個嘅前傳啊，就係要交代李文斌呢點樣由一個理想主義嘅差人呢，一步一步呢被個時代同埋呢個權力去遊戲啊，逼到呢成為後來嘅手段踩界嘅副處長啊。好啦，講到卡士陣容啊，呢套戲呢真係晒冷式嘅夢幻組合啊！等文哥呢慢慢點名話你聽啦。好啦，有呢個吳彥祖啊，
做呢個奸角嘅蔡元琪啊，肯定係型到爆。劉俊謙呢就做年青嘅李文斌啊，梁家輝呢仲親自交棒，仲呢成味十足啊。吳慷仁呢就做富家後人嘅潘志昂啊，仲要呢全部都係用粵語對白添，真係好正噶。謝君豪啊就做呢個香港首富潘俊亨啊。嗱，主演呢都仲有啊，王丹妮呢就做呢個社團嘅老阮嘅大家姐啊，就叫做阮若蘭啊。嗱，人稱嘅阮先生啊。嗱，廖子瑜呢就做富家女潘怡心啊，角色呢原來係取材於呢個龔如心嘅。仲有兩個大外援喎，就係權力遊戲嘅艾丹吉倫做呢個軍情嘅六處主管啊，同埋呢個唐頓莊園嘅曉邦勒威里做呢個英國內閣大臣啊。哇，呢個組合啊，你有冇諗到呢？當然啊，唔少得特別演出就有郭富城、梁家輝、周潤發呢三個繼續歸隊啊，響2017年嘅時空出現。仲有古天樂飾演特首葉信婷啊。哇，個造型啊，據聞呢係混合咗曾蔭權同埋呢一個曾俊華添。最驚喜呢就係元彪出山做呢個李樹堂啦，同埋啊葉童啊做江湖大嫂啊。係咪聽到個名單呢都覺得好勁呢？製作方面啊，劇組呢真係好有心噶，為咗還原1994年嘅香港呢，特登啊響呢個東九龍走廊同埋呢個啟德嘅隧道呢封路拍攝，又用咗呢個綠幕嘅重建呢個舊啟德機場啦。劉俊謙呢有一場呢響車頂嘅打鬥嘅戲啊，原來呢拍足10個通宵啊，仲差啲呢跌親隻腳添啊！哇，真係搏晒命啦！最後文哥都講多少少啊，呢一套戲呢就喺2026年4月20號呢已經響呢個深圳大劇院做咗個國際首映㗎啦。跟住呢4月27號呢喺香港嘅西九嘅戲曲中心呢首映添。5月1號呢正式就同大家見面啦。當然啦，文哥就冇錯過到啦。好啦，早啲話俾大家聽啦。其實下一集啊就叫做《寒戰1995》，預計呢哇好快啊，2027年就上畫啦。甚至呢考慮啊會再開拍年青嘅劉傑輝前傳添。嗱，所以啊各位好朋友啊，呢套《寒戰1994》呢唔單止係動作嘅警匪片啊，仲係一套呢政治驚慄片，講權力啦，講背叛，講殖民地末年嘅眾生相啊。文哥呢就一定要支持啦。到時啊大家呢睇完嘅話都可以同我分享下。好啦，今集嘅資料啊同埋故事嘅分享劇透啊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聽文哥說書啊。如果中意呢，記得分享同埋留言喎。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